心情来看到亚洲查某团体 S.H.E 29号伫要搁一届做伙伫咧金曲奖的舞台表演。S.H.E 去年9月获单曲17，入围今年金曲30年度歌曲奖。另外，阁有最佳音乐录影带奖。这人即届做伙来表演嘉宾，决定要找制作人，甲这条歌定编曲，有更加侪经典的元素，要互歌迷会当做伙想念过去青春少年时。 穿白色的电影中 ，S.H.E 做伙伫台顶唱 Superstar， 台下的观众嘛在咧大声唱，气氛嗨到要变过，时间2000年 ，S.H.E 搁一届做伙来到金曲的舞台。你可以，我可以，为自己赴汤蹈火。那虚荣小女王，挥舞着骄傲你懂道。 让这么多年，搁一届来到金曲的舞台，就是要来参加30周年的活动。三人的新歌17，搁加是入围年度歌曲奖，甲最佳歌曲录影大奖。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，也许尝受过怀疑眼神。 三个人嘛讲，这届会选17来当做表演的歌曲，真有意义。因为 S.H.E 出道17年，超过金曲奖30年一半时间，陪真侪人度过青春的年代。这届嘛要伫咧舞台顶个甲青春唱出来。我们的生命却不断延伸，更多的回忆不停诞生。 为着要让大家伫金曲奖顶会看到无同款的表演 ，S.H.E 这届佮专工找金牌制作人陈建奇甲马玉君重新编曲录音，要带领大家做回来怀念过去的青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